啲我睇。今日好攰啊，但唔緊要啊。哇！好嚟，啲頭髮冇亂啊，冇啊嘛。come on！ 呢啲一定要剪入去。望住，好嚟。好，繼續。係啦，喂咧。我唔滿意啊，走晒明頭。冇。唔係因為我唔滿意請相，係因為個太陽曬得咯，我哋。咪隻眼太大啊，都話你走去韓國整容咧，整翻我呢隻眼咁細得㗎啦。呢條片開始之前咧，記得要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啊，同埋 follow 埋我 IG 同埋 Facebook 啊，咁就功德無量啦。咁啊，同埋咧記得 follow 埋阿傑我嘅所有 social media 啦，IG 啊、YouTube 啊，同埋如果大家想見到我多啲咧，就喺機動娛樂嘅 channel 度見到我噶啦。係啊，咁啊，同埋咧最近我出咗好多唔同類型嘅片啦，麻煩大家幫我睇晒佢，因為你哋唔睇咧 ，YouTube 唔幫我推嘅，麻煩晒大家。Hello 程志美 ，Hello 阿傑。今次咧我就用呢部啊 Sony 最新款嘅 Xperia One Mark 7嘅手機同阿傑哥啊影下相拍片 ，Let's go！ 哇，今日阿傑哥好開心啊，直情好興奮啊！而家成個人一個狀態咧，好想同你快啲影多啲相啊！好啊，我中意清晨同我影啲相㗎啦。咁啊影啦好嘛 ？Let's go！Let's go！Let's go！ 好，好。好好喎，我覺得。咁樣，好。介紹翻呢部 Sony Xperia One Mark 7係用咗 X-Mor-T 嘅感測器同埋 Snapdragon X Elite 處理器，有一個前鏡頭，後置有3個鏡頭，分別係16mm 超廣角鏡、24mm 廣角鏡同埋85至170mm 嘅遠攝微距鏡，沿用翻上代16.5:9嘅 Full HD Plus HDR 屏幕，更新率係120 frames per second，個 mon 咧比起上代係光咗啲嘅，同埋咧係用咗5000嘅 mAh 嘅電池啊，今代部機係慳咗電啊，官方話電池足夠係用2日㗎。呢部 Sony Xperia One Mark 7嘅鏡頭方面都有所提升啊！16mm 超廣角鏡係用咗1.56分之1寸嘅 sensor， 光圈係2啊，比起上一代用嘅2.55分之1寸嘅 sensor 大咗啊！亦都有呢個 pixel binning 嘅處理啊，喺低光環境拍攝係好咗噶，同埋拍出嚟嘅效果線條都好直啊！但係要留意啦，喺任何環境拍攝啊，畫質都係維持翻1200萬像素㗎。
片方面啦，今次呢部 Sony Xperia One Mark 7啊，主要加入咗兩個獨有嘅功能啦，分別係 AI Camera Rack 同埋 Auto Framing 啊。先講下呢個 AI Camera Rack 咧，就好似 Sony ZV-E1 相機嘅 AI 取景穩定功能啦。開啟呢個功能咧，拍攝嘅時候啊，只要選擇被攝者，就會自動將被攝者放喺畫面嘅中間，或者可以選擇其他位置都得嘅。邊行邊拍咧都可以保持啊畫面嘅穩定啊，就好似加咗穩定器咁去拍啦。要留意啦，呢個功能咧拍出嚟咧只有高清畫質同埋每秒30格。用得呢個 Camera Rack 嘅功能啊，拍攝嘅時候啊個幅度係唔可以太大嘅。相信嘅呢個功能咧都係靠呢個 4K 嘅畫面裁切咧做呢個後期穩定啊。另一個 AI 拍片功能咧就係咧 Auto Framing 啊，呢個功能咧只需要 Touch Screen 咧去選擇被攝嘅目標啊，畫面咧就會顯示個白色框同埋會鎖住目標噶啦，亦都可以調校裁出嚟嘅畫面大細啊。拍攝嘅時候啊，如果選擇另一個目標咧，白色框咧就會移動到去另一個目標嘅身上啦，拍出嚟咧就好似係鏡頭移動嘅效果啦。呢個功能咧，同時係會記錄咗原有嘅未裁切嘅 4K 畫面啦，同埋裁切咗嘅高清畫面啦，方便喺剪片嘅時候啊，多個 cam 位俾我哋去選擇啊。Frozen in a crowded room full of strangers. Where are you, my love, my love? Will I taste your 而家試埋呢個 Auto Framing 啊，得啱啊 ，keep 住 tell me 好好啊。 this is not the end for us. 呢個功能啱你啊，傑哥。點解啊？你咁中意拍 reels 咧，又可能會做 YouTube 片咧，呢個功能非常之啱你啦。扮拖嚟。唔好意思嘅，好啦。哎呀。而家好多時咧，我都係會拍呢個 IG Reels 嘅直導片啦。但係有時拍得直導，又想將啲片咧放喺呢個 YouTube 做環島片啦。呢個 Auto Framing 嘅功能咧就啱晒啦。拍攝前咧只需要選擇直導框，然後 Touch Screen 啦去選擇被攝嘅目標，跟住個直導框咧就會鎖住個目標噶啦。呢個功能咧最就係同一時間直導、環島一齊記錄啊！拍出嚟嘅直導片係有呢個高清畫質，而環島片咧係有呢個 4K 畫質啦。兩個檔案都係以每秒30格做記錄。OK 喎，衰鬼，加分。如果佢可以再追得快啲咧，我覺得就會再好啲。今代 Xperia One Mark 7啊，喺影音同埋拍攝方面啦，分別都加入咗 Sony Bravia Walkman 同埋 Alpha 相機嘅 AI 技術啊，亦都支援啊 Google Gemini。試下教個 Creative Look 先。Creative Look 即係點 Creative Look 即係咧，你會好 creative。我估到你講埋啲咁嘅嘢啦，認真啦。Creative Look 咪係 Sony 獨有嘅顏色嘅風格咯。好，我試下開佢個 Creative Look 嘅 VV， 哇，好靚喎！即刻鮮色晒。呢部 Xperia One Mark 7啊，都加入咗 Alpha 相機嘅功能啦，例如 AI 主體追蹤對焦啦，拍片亦都有 S-Cinetone 同埋影相拍片啊都用到嘅 Creative Look 風格外觀。另外用嚟影人像嘅話咧，呢部 Xperia One Mark 7嘅 Skin Tone 嘅顏色啊，比起上代都有所提升啊，同埋背景嘅散景效果都好咗啊，冇咁容易過度曝光添啊。好耐啲。OK。
OK， 試下先。今代嘅 Xperia One Mark 7啊，加入咗 Ultra HDR 功能。當遇到光差較大嘅環境拍攝啊，開啟呢個功能啊，有效減少個畫面嘅光差對比啊。例如喺啲大背光嘅環境拍攝咧，就好有用啦。呢個好似咧，而家咧你個頭擺喺度咧，好似咧幫你輸入啲資料落去，你試下係咪？你試下係咪？哎呀，好痛啊！通常影合照嘅時候咧，我都係會被安排到去畫面最側面啦。原因係中間嘅位置咧都俾啲女士們咧留守住啊，因為佢哋知道啊，企喺畫面嘅兩邊咧，鏡頭嘅變形係會拉闊咗佢哋塊面啊嘛，嚴重影響咗佢哋嘅個人形象啊。而呢部啊 Sony Xperia One Mark 7係有一個 Face Distortion Correction 面部修正嘅功能啦，好似我咁啊，經常被派到畫面最側面啊，只要開咗呢個功能咧，就會將我塊面咧收翻正，望落去啊，立刻有翻自信同埋多翻一點尊嚴啊！我為咗你犧牲啊，俾你咁樣影，以為真係得喎，原來哇爭咁遠哇，嘅。靚仔好多喎，清 Sir。喺側邊嗰啲樣咧係完全冇問題喎，你近啲啊，你頭要去到呢度啊，再近啲。呢個功能咧，除咗前鏡頭用到之外啊，超廣角鏡都可以用到噶。要留意啦，呢個 Face Distortion Correction 面部修正雖然係咁正啊，但係咧會令到畫面嘅背景咧產生變形啊，同埋會 crop 咗啲畫面啊。另外，我建議唔係多人企埋一齊影相咧，最好就熄咗呢個功能啦，避免背景產生變形啊嘛。總結翻呢部啊 Sony Xperia One Mark 7啊，新加嘅 AI 拍片功能咧都幾好用啊，同埋佢嘅16mm 超廣角鏡咧拍出嚟嘅效果都真係唔錯啊。但係如果可以好似24mm 鏡頭咁啊，可以拍出嚟係有4800萬像素咧，就更加 perfect 啦。同埋選擇4800萬像素拍攝咧，如果可以直接喺個 photo 或者喺個 Pro Photo 嘅界面上面可以選擇咧，用起上嚟咧就會比較方便啦。另外啦，用得呢啲手機影相拍片啊，例如去行山或者出外旅遊啊，其實個遠攝長鏡咧係好有用噶，希望將來咧都可以有所提升啊！我想問下，我戴眼鏡定哇，你好似成個阿邊個咁樣喎？戴唔戴啊？咁戴啦，成個林明乜喎？係咩？唔係，Let's go，去邊度影？呢度啊？呢度邊度？嗱，可能我戴咗塊眼鏡之後咧，我隻眼就唔會皺晒眉頭啦。係咩？都太陽落山啦！好，喂，拍片先。